姐， Hello，係姐姐叫乜嘢名啊？我叫馬斯啊，係你今年幾多歲咧48歲，？48歲。你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，有冇小朋友咧？有哦，都大過晒啦，嗬？大晒啦，大晒啦，係啊。咁你喺台灣做咗幾年嘢啊？喺台灣7年半， 7年半，照顧老人家。照顧老人家裝潢啊，係香港咧？香港做咗幾耐啊？依家4年啦，哦，而家呢個工作做咗4年啦。係係。咁你食唔食豬肉啊？唔識，哦，唔食豬肉，因為你係穆斯林。係係啦，你怕唔怕狗咧？唔怕，唔怕狗。係。咁你識唔識得煮中國餸啊？可以啦，你識煲湯啦，蒸魚蒸雞，煲湯啊，滾下湯啊，啊，係啊，滾下湯咁啦，係係啦。咁你可唔可以自己一個人去街市或者超級市場買嘢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可以，好啊，好啊，唔該晒你姐姐。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。